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常識科單元4就係叫做食物。我哋而家會去認識一下，學習重點1：認識健康飲食金字塔。蔬菜、荔枝有茄子，獨有味道請嘗試。蔬菜、荔枝有西蘭花，勇敢品嘗不用驚怕。蔬菜、荔枝有紅蘿蔔，另一品種是白蘿蔔。水果、荔枝有蘋果，不同營養提供給我。蔬菜同埋水果類嘅例子包括有蘋果、茄子、西蘭花同埋紅蘿蔔等等。認識健康飲食金字塔，齊齊做得到。